香港學生面對情緒、學業同人際關係方面嘅壓力，學校應該提供更有效、更有前瞻性嘅支援方案。葵晴心理輔導中心以預防為本，為學校提供專業、可靠、可持續性嘅精神健康支援。Mindful 生命計劃係全港唯一以 VR 作為遙距情緒教育同埋輔導平台，由香港理工大學同香港城市大學共同研發，以大量研究為實證，確保方法安全、有效、具科學驗證。研究顯示，參與 VR 課程嘅學生同理心提升超過70%，壓力水平下降，自我概念更加清晰，溝通能力亦有明顯嘅改善。教師普遍嘅反映，學生對心理支援服務比傳統模式有大幅嘅提高。學生入咗 VR 明顯放鬆，好容易投入。佢哋可以揀草地、白雲、森林等等嘅場景，安全感同埋掌控感都提升。佢哋一齊創作就更加容易建立互信啦。VR 減低咗學生面對面對話嘅壓力，用 Avatar 互動又讓到佢哋更加自在咁樣表達自己。就連高敏同埋高焦慮嘅同學都好適合㗎。本計劃提供一站式方案，包括心理評估、VR 課程、個案輔導、家長工作坊同講座，按學校需要靈活調整。歡迎貴校參與2026年度合作計劃，一同建立更關懷、更有愛心嘅健康校園文化。